主后2022年12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你找到基督未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迄日做王的时，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，有几若个星象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因问讲：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爷伫什么所在？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，专工来要拜伊。迄个王听到，心内就极不安。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。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，问因讲：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？因应讲：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。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太城市中，毋是上美势，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，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。迄日就暗中调迄几个星象家，详细甲因问迄粒星什么时出现。后来，伊找因去伯利恒讲：恁去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，找着就来报我知，我嘛通去拜伊。因听王的话就去，因伫东方看到的迄粒星，做头带因来到迄个细汉囡仔的所在，就停伫顶面。因看到迄粒星，非常欢喜。因入去厝内，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趴落去拜伊，然后开因的宝盒，将黄金、乳香甲木药做礼物献互伊。后来伫迷茫中，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，因就对别条路倒去本国以上。你找到基督未？每当圣诞节，圣诞树总是挂满彩带、装饰品，甲充满感恩和祈求的卡片。最后伫树的上悬顶会挂大笔字星。有一年，阮伫咧布置圣诞树的时，竟然找无大笔的星。迄暝，我变来变去，困袂落眠。确实，若捡起即粒大笔字星的记号，当当时的东方星象家就找袂到耶稣。真正爱感谢这个星象家搬山过岭，心志坚定，找找即粒君王之星。世间人才会知弥赛亚经降生伫犹太的伯利恒。马太福音对旧约历史巴兰先知的预言，带出东方星象家因为看见天顶有不寻常的启明星出现，来到耶路撒冷找找犹太人的王。巴兰本来是受摩押王巴力重金买收，要来咒诅以色列人的先知。总是上主互巴兰受圣神充满，反倒一遍讲出祝福以色列的预言。佮讲有一个星对雅各出来，有一个统治者对以色列兴起。民数记24章17节。星象家相信君王已经降生，佮积极来找找。总是这个话传到犹太王大希律耳仔的时，全耶路撒冷城的人拢惊吓不安，因为因拢知这个王为着巩固权力，心怀杀死家己的某囝。
若互伊找到耶稣，耶稣也的确会保命。后来，大希律王果然下令杀害伯利恒附近2岁以下的查甫婴。伫这粒启明星的引带下，这个星象家来到基督降生的所在，佮欢欢喜喜拍牙朝拜，拍开宝盒，摕出献互君王的黄金，互祭祀的乳香，以及物药等上好的礼物，献互救主耶稣基督。对比希律王，调驻所有的祭司长和经学教师，询问基督诞生的所在的时，因毋免思考就回答。先理讲会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，因看起来若像是识读经卷，总是知道，知影道理，却无用信心行动去找找基督，这也是枉然，互人心痛。伫这找找天顶君王耶稣基督的历史记载，上帝使用这异教徒东方星象家诚做器皿，是因为因忠心佮顺服。若是世间的君王希律，简单缀想家己的王位，佮黄鼠狼甲鸡拜年，无安好心。不过，伊也无法度阻挡天顶君王的救赎工作，因为上帝伫星象家的民望中，指示因对另外一条路，转去因的故乡。伫基督降生的2000年后的圣诞节，你有找到基督无？有真侪人找到基督，是为着要互因的事业，也是身体得到祝福。总是基督较爱的是咱真心来群对伊。邀请你拍开生命的宝盒，将上好的献互基督，独独较无伊传扬伊的疼甲救赎恩典，搁伫这欢喜快乐的圣诞节，付出行动邀请亲友，请因甲你来教会礼拜堂来找耶稣基督。默想，我捌像希律王共款，假冒伪善去找找耶稣无？我捌像希律王共款，假冒伪善去找找耶稣无？咱来做伙祈祷。天顶的大君王，愿你启明我，我就紧紧走向你。我要献上我家己，一生一世敬拜你、学乐你、侍奉你、信靠你、敬畏你、传扬你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